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的2月2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1篇，以赛亚书51章第4节到第8节，路加福音第7章第1节到第1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主的拯救。诗篇121篇明白地告诉我们必须向山举目，必须仰赖主耶和华的帮助以及耶稣基督的救恩。正如同上帝借着先知向背离的以色列人声明的预言以及应许，也是这样的说道。以赛亚书51章第4节到第8节，我的子民啊，听吧，我的国啊，要留心听。我要把我的法律赐给万国，我的公义要带给他们光明。我要立刻救援他们，我得胜的时候到了。我亲自统治万国，遥远的岛屿等着我，盼望我去救援他们。你们要仰望诸天，观看大地，天要像烟云消散，地要像衣服破烂，地上的居民要像苍蝇死亡，但是我的拯救永不停止。我的胜利世世长存，知道什么是公正，心里铭刻着我教训人的人啊，你们要听我的话，不要怕别人的侮辱和嘲笑。他们会像破烂的衣服被虫吃掉，但是我的拯救永不停止，我的胜利世世长存。上帝的拯救已经发出，但是有些人却是无法接受，那是因为他们心里仍然刚硬，拒绝救恩。许多人有机会得到救恩，但却仍然拒绝接受，因此他们就跟上帝的救恩没有关系。接受的人才能够得到救恩，这样的概念其实是贯穿整本的圣经。我们不但能够从约翰福音第3章的经文看到，在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第7章第1节到第10节记载中，我们也看到类似概念的一个故事。即便是外邦人，仍然能够透过相信接受而得到救恩。圣经这样记载，耶稣向群众说完了这些话，就到加百农去。那里有一个罗马军官，他所器重的仆人患重病，快要死了。军官听到耶稣的事，就托几个犹太人的长老去请求耶稣来治好他的仆人。他们到了耶稣那里，恳切地求他说，这个人的确值得你的帮助，他爱护我们犹太人，曾经替我们建造会堂。于是耶稣和他们去，他快到那里的时候，军官托几个朋友来告诉耶稣说，主啊，请不要劳驾，你倒设下来，我不敢当，我自己也不配跟你见面，只要你吩咐一声，我的仆人就会好的。就像我上面有指挥我的长官，下面有受我指挥的兵士，我命令这个人去，他就去；我命令那个人来，他就来。对我的奴仆说，你做这个，他就去做。耶稣听见这话，非常的惊奇，转身向跟随着他的群众说，我告诉你们，像这样的信心，就是在以色列人当中，我也没有见过。那些被差派来的人回到军官家里，看见军官的仆人已经好了。这位外邦的罗马军官因为家仆生重病，而去请求犹太人的长老去请耶稣基督来医治他的仆人。
这个当中我们看到的几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度，一是这个人呢，他虽然是一个外邦的军官，大权在握，可是他对下属却关爱有加。其次呢，我们看到他对犹太人很好，与犹太人特别是跟长老们的关系非常好，这在集权时代的确是不容易的。第三，我们看得到他懂得去求，而且指定要请耶稣基督来拯救他的仆人。第四，谦卑的态度，那不但是对仆人很好，对受统治者也很好，更是对犹太人耶稣基督尊敬有加。最后我们又看到他顺服的心志，也因此他的仆人就能够得到了医治。诗篇121篇，我举目观望群山，我的帮助从哪里来？我的帮助从上主来，他是创造天地的主，他不会让你跌倒，你的保护者不会打盹。看啊，以色列的保护者，他既不打盹也不睡觉。上主要保护你，他在你身边庇护你。白天太阳不伤你，黑夜月亮也不害你。上主要救你脱离各样的灾难，他要保守你的生命。你进你出，上主保护你，从现在直到永远。恳求慈爱怜悯主上帝，帮助我们坚立信心，使我们有罗马军官的谦卑爱人的态度，使我们能够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拯救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